佢推出嘅歌曲係真係多到我諗，即係完全數都數唔到有幾多。除咗廣東歌、國語歌、英文歌、日文歌，佢都有唱過。聽林憶蓮嘅人呢，係等於係中環嘅人咁樣，即係佢係用呢一個級數去比喻，依家已經冇咗啲咁樣嘅 size 嘅雜誌啦。例如係大本到咁樣嘅。最後呢，就想同大家分享呢，我一啲少少嘅收藏黑膠嘅心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音樂時光機呢一個 podcast。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Joey，A.K.A. Chubidua。今集呢，厲害啦，因為呢，將要同大家分享本人啊，亦都係好多人心目中嘅偶像 Sandy 林憶蓮。咁呢一個我哋呢個 podcast 咧個主題咧就叫做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首林憶蓮。Sandy 啦，喺呢一個樂壇40年，佢推出嘅歌曲係真係多到我諗，即係完全數都數唔到有幾多。除咗廣東歌、國語歌、英文歌、日文歌，佢都有唱過。我點解咁愛佢？其實我覺得佢唱歌嘅時候，我聽到佢喺裏邊佢嗰個情感嘅細膩，捉住所有歌迷嘅心嘅。咁我就係其中一個俾佢捉住咗嘅人。1987年，佢第一次憑住《灰色》呢一隻歌呢，咁就攞到呢個10大勁歌金曲嘅總選嘅10首金曲其中一首。現場嘅演出同佢嘅衣着呢，被媒體一個抨擊，就話可能佢嘅歌藝未達標，又或者可能係佢個造型。呢一位小女子啊，當年完全冇被呢啲抨擊去令到打倒到佢嘅，佢係反而佢係的起心肝，係去學唱歌啦，學跳舞啦，去增進自己啦。之後一個大蛻變，出咗一張叫做 Ready 嘅專輯，咁啊唱一啲好 jazz 嘅風格嘅歌曲，成個形象一個扭轉。咁跟住就轉咗會，去咗另外一間唱片公司，就展開咗佢另外一個階段，就係都市觸覺嘅系列，係可以奠定咗佢喺香港呢個女歌手上面一個好名次嘅一個風格。嗰陣時我聽到一個幾好笑嘅一個比喻，聽林憶蓮嘅人呢，係等於係中環嘅人咁樣，即係佢係用呢一個級數去比喻。之後仲有一隻非常之令人哋好印象深刻嘅一張專輯，到依家為止呢，係成為呢一個華語樂壇、廣東樂壇裏邊嘅一隻至尊大碟，就係《野花》啦。而佢亦都喺出咗呢一隻碟之後呢，又再去第二間唱片公司，又成功呢去揾到另外一個製作人李宗盛，去幫佢打造一啲好經典嘅一啲好心思細密嘅女人心事嘅歌曲。喺呢個階段呢，其實同佢個人呢嘅成長呢都係有好大嘅關係。咁而當年擁有咗自己第一個家庭，咁跟住之後亦都有一個小朋友。隨住佢嘅歌曲，佢同大家分享，佢唱出嚟，其實都反映出佢當時佢人生佢自己本身嘅一個寫照咁樣。喺呢一個時間呢，佢進軍去到台灣呢，咁其實就係亦都係成功喺台灣嗰個市場呢，係佔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位置。因為佢第一隻歌呢，即係喺台灣推出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呢，係直情大賣，係賣到直情哇，個個係街知巷聞，呢一隻歌係冇人唔識嘅。咁佢當年就喺呢個時間，佢就做咗一個幾重大嘅決定，去開拓咗佢日本嘅音樂嘅市場，有出日文歌，亦都有喺日本推出一啲國語歌。咁喺當地個反應係非常之好。當時去到第二間維京音樂之後，推出嘅歌曲咧，變咗一啲真係成熟獨立嘅女性嘅心情嘅一個寫照，開始擁抱呢個大世界，推出咗一隻叫做《至少還有你》嘅一隻歌，再創咗一個非常之
高嘅一個高峰嘅時刻。到後嚟啦，我哋又講到去到環球唱片啦，佢嗰陣時有同佢個音樂製作人常石磊咧有講過啊，我想做一啲歌，20年之後大家都可能係會覺得好新鮮，呢啲歌曲喺20年之後我聽都仲係咁創新嘅歌咁。有兩隻大碟啦，就係蓋亞同埋零呢兩隻碟，咁佢係一路去挑戰自己。佢就算係有受到外邊有啲乜嘢嘅抨擊，知道自己嘅弱點喺邊度，去繼續去加強，去證明俾大家睇，其實佢係一個真係好熱愛唱歌，同埋真係好叻嘅唱歌嘅一個歌手。2025年咁就係阿 Sandy 入行呢個40週年，咁佢重新投向呢一個 Sony Music， 翻去揾佢自己嘅初心。佢有個回響嘅演唱會呢，我覺得我一路睇嗰陣時，我真係好似陪住佢一路走緊佢一個人生嘅一個過程。咁而今日呢，我就帶咗好多我嘅珍藏上嚟俾大家睇嘅。咁由當初啦，呢一個其實就係佢嘅3寸嘅一個 CD， 有啲朋友未見過，點解隻 CD 咁細隻嘅呢？咁樣其實佢都可以喺一般嘅播放器或者 Discman 上面可以播放得到嘅。呢一個咧殘殘舊舊嘅一件 T 恤，佢係1993年阿 Sandy 係呢一個天地野花情陷紅館。嗱，我又可以俾大家睇埋我嘅珍藏。呢個係當年呢個演唱會嘅廣告。喺呢個演唱會上面咧，其實佢將呢件 T 恤咧，佢係黐咗喺大家嗰個凳底，係啦，咁啊睇下你係咪呢個幸運兒？咁點知我就係呢個幸運兒。咁啊，所以一路都珍藏到依家。其實當年真係會着出街嘅，係啊，我都帶咗少少，就係阿 Sandy 佢喺啲雜誌上面嘅廣告啦。呢一隻係當年佢喺星工廠嗰陣時出嘅一隻卡拉 OK 嘅一個廣告。嗰個排版咧，同埋嗰個用色咧，個設計咧係靚到不得之了，所以我特登會留起。而另外就係佢有啲唱片嘅廣告啦，咁呢兩隻佢嘅唱片嘅廣告，咁同埋有一啲雜誌嘅封面，依家已經冇咗啲咁樣嘅 size 嘅雜誌啦。例如係大本度咁樣嘅，嗱，以前咧我哋咧小朋友嘅時間啦，成日咧就會係譬如禮拜六日啊，同屋企人啊去飲茶咧，個隻手咧就會拎住一本咁大本嘅雜誌㗎啦。香港週刊咁啊，其實依家已經停刊咗好耐㗎。呢一個咧特別想同大家介紹嘅呢一本咧，其實係伴隨住我成長嘅一本音樂雜誌。我喺呢一本100分音樂雜誌咧，吸收嘅音樂知識咧，實在係好多。其實呢啲就係我嘅教科書啦，好值得去收藏，因為有好多裏邊其實好靚嘅相。如果阿 Sandy 開完演唱會啊，咁呢啲雜誌咧都會去專題記錄翻去演唱會上面嘅一啲點點滴滴嘅。咁啊，最開心就會可能見到就係有啲花絮啦，同埋成個演唱會佢個 rundown 啊，唱嗰啲咩歌啊咁樣。最後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咧，我一啲少少嘅收藏黑膠嘅心得。嗱，呢個咧 Sandy 佢有一隻咧後期復刻，因為咧我太細個啦，就買唔到嗰隻黑膠。當時咧我儲咧都係儲劇 set 帶嘅啫。咁而呢一隻咧就係後期咧 Sony Music 咧就再復刻翻呢一啲黑膠嘅。咁啊圖案膠叫做咁。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心得咧，如果大家係有買呢啲圖案黑膠嘅時候咧，買到翻屋企咧，記得要換呢一個防靜電嘅袋，跟隨隻黑膠附送嗰個透明嘅膠袋咧，嗰啲膠同佢呢一個圖案膠上面咧有啲接觸咧，就會令到嗰啲膠咧黐住咗佢嗰個表面。呢啲心得咧就想同大家分享，即係啲錢咧就如果你買開黑膠咧就唔好嘥，唔好慳，一定要轉一個防塵袋去裝起佢。到最後咧就想話俾大家聽，其實今次咧我自己去揀呢一個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首林憶蓮嘅
呢個 playlist 咧，我係刻意地去揾咗阿 Sandy 有啲歌咧，去串連咗，好似變咗一個女仔同一個男仔去約會或者去談戀愛，佢嘅過程。約會之前佢會屋企可能有啲咩嘅心情啊，或者可能佢會做一啲咩事啊，佢會化個靚妝啊，同個男仔去海邊啊，去玩啊，咁跟住之後熱烈嘅感情發生咗，咁但係到最尾可能段感情都係會無疾而終，咁個女子嘅心情係如何呢？咁啊又幾得意，可以砌到個 playlist 出嚟。咁啊歡迎啦，即係大家可以聽一聽，每個人心中都係一首林憶蓮嘅 playlist 啦。又或者可以話俾我聽，你心目中嘅嗰首林憶蓮係邊一首歌呢？咁啊，今集呢一個 podcast 咧就到呢度為止。咁啊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